基因改造产品对应粮食危机对世界的影响，以民众生活为中心，剧作家钟桥利用剧场反映社会问题与人民苦痛。也要透过一些戏剧的游戏啊，透过一些让他们自己讲他们的故事啊，那这一些方式渐渐把它导引进来以后，他们会觉得说啊，原来这个戏剧这件事情是可以作为一种沟通的桥梁。透过沟通与体悟，在现实背景与诗意象征之间穿梭，建造一个多元多重的想象空间。那每一种社会转变呢，它一定会带来的一些福利，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代价。譬如说，基因改造的粮食因为不平均，穷的人还是没有办法因此而得到这个粮食。用文化戏剧能不能立即改变世界不是重点，能看见别人没有看到的，掀开社会的表象，他觉得很值得。当社会的很多数的人，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更好的这个生活方式了以后，那一些在社会底层的人，他们是不是相对的还有一些他们的问题想提出？所以我的思考不是唯一。钟桥说，不同世代的演员上场前组读书会、训练会，透过看见别人回应自己，集体创作。其实透过戏剧沟通交流，老师会看到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你都说你是老一辈，但是唔看起来还依稀上。创作本来较有胸头。探讨社会议题的戏剧，老师无非是希望透过观众与剧情之间的对应，能够找到人在环境当中如何自处真正的思考。唔看起来系依稀上，创作本来较有胸头。唔看起来系依稀上，创作本来较有胸头。